美麗嘅大門再一次為 Astro 國際華裔小姐競選而打開。今年我哋以人生有幾個10年為口號，呼籲美女們為人生寫下最燦爛嘅一頁。睇下呢一班晨早就嚟報到嘅女仔，就知道今年想改寫美麗人生嘅人真係唔少㗎。佢哋各有特色，高貴、大方、冷傲、野火、保守、單純等等。要點樣讓個人嘅美麗喺呢度發光發熱，成為全馬最矚目嘅美猴呢？咁就要睇下佢哋是否符合得到製作單位嘅條件啦。至於係咩條件呢？我哋有請美麗大師林佩瑩話俾大家知。Hello， 早晨，歡迎大家嚟到 Astro 國際華小姐競選2009嘅第1輪面試活動。我係林佩瑩，好開心見到大家。好啦，咁啊，其實講翻我哋今次嘅選美活動啦，咁其實同往年都係一樣嘅。我哋要揾出好有個性啦、好有魅力嘅女仔，咁應該係講要有好多絲嘅呢個女仔集中於一身嘅。第一眼見到佢哋嘅時候呢，我會覺得幾靚喎班女仔，但係呢，我唔會咁快落決定嘅。通常一定要同佢哋傾過咗之後呢，先至覺得佢究竟得定唔得呢？大家有冇諗到 C 嘅話係代表咗啲乜嘢嘢呢？有冇答案？都有。好啦 ，In a nutshell 就係我哋要揾嘅係有 caring 啦 ，clever 美貌與智慧並重 ，confidence 我哋要 charming， 我哋要 charisma， 我哋要5個 C 嘅呢個女仔。你哋覺得你哋身上有唔有呢？有嘅，我見到一啲女仔嘅身上具備咗3個 C、4個 C， 一啲呢一陣間要再加多1、2個 C 喺身上嘅嚇。幾年前我都係坐喺你哋嘅位置，然之後等待入去面試。咁其實我知道嗰陣時嘅心情係好緊張嘅，你哋而家係咪好緊張呢？係。OK， 咁我想講嘅就係，我相信你哋之前都應該有做啲準備㗎啦，所以好好地咁享受今日呢個面試活動。OK。係咁嘅，女仔咧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咧，肯定係好酷、好優雅嘅。但係真真正正比賽開始嘅時候咧，除咗林佩瑩，其他師姐都過嚟為佢哋打氣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Emily，Hello。今日咧，我嚟到呢度咧，就係同大家分享下一陣間去面試嘅時候咧，要點樣做啦。同佢哋傾完一輪偈之後咧，我就會比較注意到110號同埋114號佳麗。110號佳麗咧，俾人嘅感覺就係好似好溫柔啊，好靜派咁嘅感覺啦。咁我都幾喜歡呢一類型嘅女仔嘅。而114號咧就完全唔一樣喎，好陽光嘅，睇到佢都好開心嘅感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lly， 咁你哋應該知道我係邊個啦。咁今日好開心咧，喺度可以同你哋分享我嘅經驗，亦都好樂意咧俾啲 advice 你哋啦。咁132編號咧，我就發覺佢好純情啊，佢啲樣好天真，但係咧佢又冇化妝，我覺得佢化開妝過後應該都好靚嘅。咁至於編號123咧，就發覺佢好專心咁聽我哋喺度講嘢，跟住咧佢有任何嘅問題佢都會發問嘅。我其實是來跟你們 sharing 的，其實我還接不到公司，你知道嗎？其實我就蠻沮喪，我就覺得說，我有那麼差嗎？第一個就是編號134，他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他很高，頭髮很長，就是具有梅姐的那個身材。至於第二位呢，編號147，他長得很甜美，眼睛很大，所以對我來說，他們兩個真的印象很深刻。Hello， 我係 Celeste， 來自 KL。我今日7點就起身咗，原本打算9點就嚟到呢度，點知我車又壞咗，所以落去整趕到嚟呢度，差唔多10點11點咗。我希望打嘅表現可以好啲，因為我尋日好夜瞓，所以比較緊張啲，驚。但係面對鏡頭就會驚，面對評判嘅時候又會緊張咯。我係 Natalie， 舊年我冇入到，因為我係最後第3個，我覺得評判已經好攰啦，同埋我自己亦都冇做充足嘅準備，所以今年我一睇到8月8號嚟面試活動，我乜嘢都冇做，我就係第一時間嚟到呢度，因為我同自己講，今年我一定要入到，一定要入到半決賽。我今次嚟參加今次嘅選美活動呢，我做咗柴過1年嘅功夫啦，不斷咁樣去進修自己啦，同埋提升自己啦。我大概每一日都會抽一段時間嚟做運動啦，同埋我亦都會每隔2個星期去做面膜嘅護理啦、頭髮嘅護理以及全身嘅護理，同埋我亦都做足功課，留意過去3年 Astro 國際華裔小姐從初賽、決賽以及所有嘅一切嘅相關活動，
我都不停咁樣留意。我係芳芳，今年21歲，好緊張啊！陣間就要同評判 interview 啦。其實自己都冇咩 interview 嘅經驗嘅，最多就係考試啦，見考官咁。我想參加個比賽呢，係想證明自己有自信、有外貌同埋有智慧。我參加個比賽係想俾自己一個唔同嘅人生經驗。OK， 頭先有啲女仔咧就話俾我聽，你俾我哋5個 C， 咁我哋還翻啲乜嘢5個 C 俾你哋？咁其實我哋好公平嘅，我哋都準備咗5個 C 俾你哋，想唔想知道嘅5個 C 係乜嘢？ OK， 咁啊首先咧要晒冷嘅就係我哋嘅 cash 啦，我哋嘅 cash 有3萬 ringgit。我哋嘅 car 有一部價值13萬 ringgit 嘅名貴房車。當然，如果你係我哋嘅冠軍嘅話，當然有我哋嘅 crown 啦。Well， 佢哋係唔會有啲乜嘢驚訝或者驚喜嘅，因為咧佢哋諗唔得咁遠啊嘛。佢哋就係希望，如果可以入到下一關就好啦。其實係正常嘅，因為當年我都係咁噶嘛。OK， 仲有佢係乜嘢咧？仲有嘅係我哋嘅 cover girl， 你可以咧成為我哋 IB 雜誌嘅 cover girl。當然咧，最後一個都係好珍貴嘅，就係一個 contract。你可以得到嘅咧就係我哋嘅 Astro 一紙合約、演藝合約，係咪好多人嘅夢想啊？我有時會喺度諗，呢個會唔會係我哋馬來西亞華裔女仔嘅其中一個小弱點？就係咧，佢哋一定要靚，一定要有優雅嘅，但係咧佢哋就缺少咗一種真。佢哋嘅喜怒哀樂都唔會喺嘅鏡頭前面，或者係一啲佢第一次見面嘅人面前表露出嚟。我會係覺得好乖啊！一齊嚟聽下啲評判有咩提點，事先準備好，入到 studio 面試就唔會咁緊張啦。我係蔡寶珠 Kelly Chua。Hello， 我係 Peter Chu。我係 Victor Go。只要你哋做足功課嘅話咧，其實我哋都好善良嘅。我希望見到各位都比較 relax， 唔好咁拘謹，因為始終我哋係想帶出你哋最漂亮嘅一面。5個 C 之內嘅條件，我最希望係揾到、發掘到 caring 呢個 quality。最緊要係因為 caring 呢個 quality 係好艱難，表面上睇得到嘅係好內斂嘅一樣嘢嚟嘅。唔好咁緊要緊張。我第一次見到好多嘅 contestant， 我覺得有好多個好有潛質嘅。不過咧，希望咧為我哋 audition 係一個一個咧，佢哋應該唔好咁緊要緊張，同 relax 多啲。最緊要咧就係大方得體同埋信心最緊要嘅。有2個非常之弱嘅弱點喺度啦。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形象好弱，另外一個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信心。有冇信心？有。大家答得咁有信心，行入 studio 之後，佢哋嘅表現又係如何呢？一陣你就知。我是何桂丁，我今年22歲，我來自馬六甲。